好，來鄉親啊，繼續來看台南七股海產節，後禮拜正式來起股。其中真受大家喜愛的餵這個蛤蟆的體驗，將要增加市場，要讓大家生活夠開。桌仔頂甜甜海產料理，這是七股區的七寶海產，有4種魚啊，白蝦、蛤蟆甲蚵仔。今年推出120道，將於7月14開放注文。七股海鮮節的系列活動，保證讓你值回票價，而且是物超所值。逐擺推出烏蛤蟆體驗活動，名額隨風搶了了。今年有4場次，每一擺開放3500人落水去體驗。若是搶無票鄉親，坐台灣好行900府城大江線，也是用消費發票，買當免費參加。6到7月的這個住宿的證明、收據也好，這個發票也好，你就一個發票就可以有2人免這個再去 iPhone 排隊。現場嘛，社區農漁特產，和大家除了會當體驗烏蛤蟆趣味以外，買當買到在地伴手禮。